50几个小时。史记有声书50几个小时。汉书的有声书。你看，汉书的有声书还将近60个小时。后汉书的更长，2800多页。后汉书。80几个小时，也有超过90几个小时。后汉书的90几，不止哦，100多个小时。后汉书100多个小时，再加上去还有嘞。后汉书100多个小时。